直接釀咗成個晚市出嚟，外賣咧都可以輕鬆做到月售9000加，真係諗下都覺得恐怖啊！呢餐3個人合共消費57個半啊！大家好，我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Phil。為何清晨總是我？好在仲有摯友陪我。陳記啊！清晨6點半左右呢度咧已經門庭若市，逼滿咗食客同埋外賣小哥。呢間店嘅外賣咧我就成日都食嘅，但堂食咧都係第一次，真係不愧為外賣平台上面月售9000加嘅門店啊！捨得使錢買呢一種豉油自動封裝機。肉碎拉腸可以講係呢度嘅招牌啦。喺我睇嚟咧，雲浮拉腸嘅特點有2個，一咧就係花生油特別香，第二咧就係粉皮唔會太薄，亦都唔會太厚噶，有一定嘅皺摺感，寫身唔會太軟爛，都有一定嘅彈性。今日呢份咧花生油感覺咧冇外賣咁香噶，但都仲係 OK 嘅。粉皮嘅狀態保持得幾唔錯噶，呢個價格之下不能要求更多。然而，我仲有一個推薦嘅食法㗎，就係呢啲喺外賣需要付費，但堂食咧就免費添加嘅小料：炒過嘅豉油辣椒圈、辣嘅蘿蔔潤同埋酸豆角。我重點推薦呢個椒圈啦，鹹辣可口，有辣度但唔高，非常好食㗎。蝦米腸加蛋需要加2蚊㗎。蝦米腸咧都仲係煎嘅更加好食，會更加香㗎。只係靠蒸咧缺乏咗香氣，口感咧都輕輕有啲硬牙㗎。煎嘅蝦米腸咧，我推薦大家去試一試銀燈食府噶。我哋仲食咗韭黃牛肉腸、香菇木耳腸、牛肉腸、灌湯包，新鮮出爐嘅麻圓同埋油炸鬼都幾唔錯噶。尤其係油炸鬼喺入邊咧，再加啲椒圈啊同埋蘿蔔潤咁，都幾好食噶。呢餐3個人合共消費57個半啊！有一句講一句，特意為咗尋味而嚟嘅話咧就不必啦。畢竟咧真係就係剛需嘅快餐嚟嘅啫，而且都真係幾優秀噶。其他餐廳從朝做到黑，而佢咧淨係開朝頭早6點到下晝2點半，直接釀咗成個晚市出嚟。外賣咧都可以輕鬆做到月售9000加，真係諗下都覺得恐怖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